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2日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台湾市国这昨暗头啊，又搁发生死亡车祸，驾驶无啉酒、无食毒，伊家己讲是因为阳性发作。咱国所学的渔船红彩头6号昨去违法去乌去那外海去掠鱼，船长和日本掠起来渔船马上扣押，渔业署等来协助。好落尾哩，中华便当帮山一头去撞到车，当风玻璃破去，坐伫副驾驶座的乘客大腿嘛受伤。来看台南市国这昨暗头啊，嘛发生一件造成一个人死亡、一个人受伤的事故。警方表示讲，这个姓严的驾驶伊无啉酒，嘛无食毒，伊讲伊是因为阳性发作，伊嘛有领身心障碍手册。警方表示讲，佮理清车祸的原因。20尾仔5点外，局警有点加监视器翕到汽车冲去弄细张红仔帽的状况。这场车祸造成一个人死亡，一个人受伤。警方甲姓严的驾驶带转去分局侦讯，伊无食酒，嘛无食毒。不过驾驶讲家己阳性举起来，所以事当时要驶去倒位，驶偌紧，驾驶拢讲唔知影。驾驶人自称他车祸发生的时候他是癫痫发作，那当时他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所以说车速多少他也不清楚。这个部分我们还在调查厘清当中，如果有相关的资料，我们会一并提供给检察官来做参考。受伤负责人的家属表示，轰动的细张红仔帽是台中人，有生一个后生。这对红仔帽为着要让囡仔学音乐，就搬来台南的局警所处，就是就伫咧小妹开的包仔店斗相共。20代志发生的时阵，拄好是红仔帽下班了后散步的时间。不过发生这个车祸，短几秒钟，都互这对红仔帽永远拢无法度去见面。即阵啊，因为阮丈母身体较无好，我就叫伊早起来甲我斗相共安尼。对，迄就5点下班，啊，就拢囡仔先行，囡仔家己拢先行。在这里离开的时候，都还在那边打招呼的。我是哭到已经没有眼泪了啊！当然，怎么讲，心情也很沉重。他是他们的家里面所有的精神支柱、经济的来源，然后再接下来，我弟媳妇她不晓得恢复到如何。外界怀疑车祸的地点违规停车真严重，嘛是造成车祸的原因。警方强调，接落来会加强处理。按照受伤的60岁姓吴的负责人，因为骨折，头壳内底出血，目前搁伫咧加护病房，也未脱离危险。警方发现造成车祸姓严的驾驶，较早也捌因为阳性举起来弄死人，互判原刑假罪。接落来，警方嘛会做伙提供予检察官做参考。这个姓严的查甫人，依照涉嫌过失致死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再来看新北市三峡的严重的车祸发生已经第3天了，这几天哦，拢有民众去车祸地点献花点蜡烛来表示哀悼。这78岁驾驶昨是搁做第2届的手术，目前嘛搁无法度做笔录。昨天你知道吗？来自的年轻人哦，真的你也足感动哦，都100-200个人，整场都是人，而且不是我们三峡人哦，都是年轻人啊。刚刚有人说要大旁包，这个也要考虑啊。我们希望导师每一天关心学生的出缺勤状况，尤其是没有到校的了解他到底是什么原因。那所以我们不断的会再去观察学生的心理状态，那当然会给予后续的心理建设跟辅导。因为这件车祸发生在学校的附近哦，校方嘛提供学生心理的辅导。当地里长是表示讲，来追诉的人哦，真侪物件是愈来愈侪，望讲有相关的单位会当来协助。各地病院的驾驶哦，目前嘛阁无法度来接受警方的询问。再来看咱台湾哦，已经是超高龄的社会，所以老大人换驾照的机制最近嘛引起不少的讨论。交通部宣布讲哦，未来会来比较日本甲换照的年纪，对75岁调整到70岁。交通部长陈世凯嘛表示讲，未来要使用如何科学的方法来检验老大人驾驶的能力。三峡北大重大死伤车祸，互大家搁伫咧注意是大人换驾照的代志。交通部宣布，向下修正换驾照年纪到70岁，从今明年开始实施。估计目前全台湾70岁以上有驾照的人，差不多是182.600人，过10年了会增加到272万人，影响的人数真多。部长陈世凯讲，以后要用更加科学的方式来检验是大人赛车的能力。我们当然会用更有效、更科学的方式来检验我们所有的年长者在驾驶方面的能力。好，
那包含他的这个危险感知的能力跟他的认知的能力。但世界强调，士大人在这出车祸的代志这么多，主要是因为士大人增加，无希望社会对士大人赛车有误解。以后就会建立补助方案，鼓励士大人主动撤销驾照，做大众运输系统。另外，针对有车祸记录的人，就要完成安全驾驶实地训练的课程。是不是可以说明一下实地演练跟现在预期的规划方向是什么？我们希望实际上让他在车上开车的状况底下，我们有人在旁边看。有立委是建议参考美国、日本、韩国、澳洲等国家建立分阶段换驾照制度，以年纪差距抑个是毋是有特定违规来建立无同阶段换驾照检测项目。例如增加路考或是特定违规样态的这种课程。部长简单说明一下。报告委员，这个部分我们确实应该分阶段啦，哈。那这个部分细部的细则，以委员这个建议，哈，我们在3个月之后会来提出来。因为换驾照中人的年限原本是定3年，但世界讲以后将会咨询医学单位，讨论用年纪来分期，结果做出完整的规范。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这届新北市三峡的车祸死伤的大部分拢是囡仔哦。即马咱大家拢加减会学帮大人做 CPR， 也毋过若对象是囡仔 ，CPR 的方式其实有淡薄仔无共款。今仔解破新闻哦，咱就请苏眉来为咱说分明。是主播，这三峡车祸现场是有真侪热心的民众赶紧去甲受伤的人斗相共，看到现场遐尼乱，是难免会惊吓。今仔日特别甲观众朋友分享几项爱注意的所在。万不因若是爱斗相共的时阵，到现场才袂讲起。头起先也是上界重要的一点，因为咱袂使凊彩甲患者所叮当，所以讲着爱先确定这现场的状况甲环境拢是安全的，袂阁有车冲过来，也是物件落落来等等。先确保家己甲伤患的安全，才袂造成第二界的伤害。咱若说落，咱着爱确认伤者的意识，大声喊救、敲119，也是讲边仔若有人来斗相共，就麻烦因去附近找看，敢有 AED 会当用。这当中，这敲119这项代志是上界重要的，因为咱爱先互救护单位知，因才会当赶紧派人来。后续咱就继续急救来动时间。不过，才有一个例外情形，就是这8岁以下的囡仔，咱着爱先甲伊做 CPR， 大概2分钟才来敲119。因为根据统计，多数的囡仔伤患拢是因为送数拍袂到脑，心脏停气，根本就等袂到救护人员来。所以讲，咱着爱先做 CPR， 确保这送数会当继续拍起到脑部。因若这 CPR 是要一直做落，做等到这 AED 来，也是讲救护人员到场才会使停。因若咱刷落来，就要来看这 CPR 是有啥物款爱注意的所在。头起先就是一定爱先找到正确的位置。对这张相片当中，咱就会当看到讲上好找的方式，就是对两边的泥头甲伊连一条线，中落落胸坎骨的这搭，就是咱要举的所在。咱是用手掌、手腕这搭来举，大人的伤患是举30下分2口开。要若是1岁以下的婴仔，咱就用2支镜头仔就好，举差不多15下分2口开。要若是伫咧遮，爱提醒大家，无论是大人也是囡仔，举的深度拢爱有够，才会有效果。婴仔大概是4公分，大人是5公分至6公分，而且爱保持一定的速度，1分钟爱举100下至120下，才有法度甲送数拍起入到脑部。以上就是今日的解剖新闻，希望大家拢会当平安，无机会用到。咱即阵先学起来，是在高不二种的时阵，才会当增加抢救成功的几率。咱甲镜头交转去主播。感谢苏眉哦，咱继续来关心咱高数学的时阵，红彩头6号，昨是涉无经过许可哦，就去Okinawa掠鱼啊。58岁姓刘的船长是互日本掠起来，这嘛是咱今年头一只互日本靠岸的台湾渔船。渔业署是表示讲，目前会协助办理担保金的汇款，甲日本直接，望讲人甲船哦会当赶紧返来台湾。日本水产厅渔业处地本部20公布，伫咧Okinawa乌兰国岛近海查到一台无经过许可执行渔业活动的台湾数级渔船红彩头6号，当场掠到58岁姓刘的船长甲5位船员，并且扣船，将做今年第1台互日本方面扣下的台湾渔船，也是日本今年第1遍针对外国渔船执法。
日本方面讲，渔业处地船防上员伫迄天早起发现红彩头6號伫咧烏立國頂西起燈塔的西南邊，差不多15.6海里的所在違法作業。因為這個所在是日本專屬經濟水域，所以對這台船進行後續的調查甲處理。但是雖然船籍港是疏忽，不過4樓的船長是訓練人，並無及時通報事件，所以疏忽機會並無到3天協調處理。他們的家屬跟船長家屬都沒有來找我，狀況我都不太清楚，都要釐清，因為我們有 AIS 還有 VMS 都可以釐清這件事情了。哇，你發真重呢！我們本來就大了，未使至於你講嗰啲都是兩頭行，我若留意平啥去報。這次漁業署回應講，紅彩頭6號進入台灣甲日本的小塔經濟海域，但是已經超出咱國暫定的執法線。詳細靠海原因，等待船長回來了，再個進一步了解調查。因為目前正一咧協助這台船辦理擔保金300萬05,000日元匯款的代誌，並且繼續甲日本方面交涉，趕緊協助放人放船。公司新聞採訪報道。最近中國偷渡來台灣的案件閣未少，外界是真煩惱講咱的海防有空芳。國安局長蔡明安是表示講，未當排除中共是調工的。國安局伫520進前嘛成立專案小組來進行監控，嘛有發現有中國海警船進入金門附近的水域，閣有30隻珊瑚的船伫海峽中線的西邊出現。兩岸情勢緊張，有2個中國籍的查甫人，在總統賴清德520就職9年之間，偷渡到金門的離島島被抓到。也那在520進前，也有中國的查甫人帶着伊也未成年的後生，坐秋靈船閃過雷達的偵測，對桃園的關禁紅色海沙堡偷渡上岸。另外，中國網紅山東凱哥也坐秋靈船偷渡到桃園，抓到5星期。對着連續發生偷渡案，國安局長蔡明安講，520進前有成立專案小組，監控中共捕捉地帶侵擾，有掌握到異常的狀況。中共的海警船4艘有2度的進入到金門周邊的水域來進行巡弋。那另外在海峽中線以西，也有發現20-30艘中共珊瑚的鐵殼船在附近活動。那因為現在是中共的休漁季，那會有那麼多的珊瑚漁船的聚集，確實是一個比較為異常的樣態。蔡明安講，無排除中共是調工操作紅色海沙堡進行測試，利用小船來試咱方的反應能力。因為海防的漏洞有可能變做國防的破口，國安局會甲海巡署溝通改進。李偉是關心中共在520了，是不是進行大型的軍演？因為接下來這幾個月份就是中共兩棲部隊演訓的熱季，所以它會不會再有這種訓練活動來結合到認知作戰的操作？對我們形成一種軍事的外在壓力。那這也是我們後續國安局跟我們情報團隊會關注的重點。蔡明安認為，中共重點由訓轉演，這麼短期內由演轉戰的可能性是無大。因為美國方面關心中共2027年具備反台能力，美國國務卿魯比歐講，要讓中共的代價超過伊的利益，關鍵就是強化台灣的自我防禦能力。And I think deterrence obviously begins with Taiwan's own self-defense capabilities, and the harder they are to take militarily, the more time. 另外，美國印太司令帕帕羅警告講，中共連續2年在台海大規模軍演，唔是單純的演習，是一種危險的競賽。蔡明安是強調，會甲盟友分享情資，掌握台海上新的即時狀況。公司新聞採訪報道。總統賴清德將發表9年談話，是無啥講到兩岸關係，外界關心講，這敢是美國方面有壓力。陸委會主委邱垂正今仔是無評論，也毋過伊是講伊是無這款感覺。海基會董事長吳鴻山是認為，總統賴清德甲習近平罕得有交集，兩人是攏毋望兩岸和平。吳鴻山嘛認為，雖然兩岸對話中斷也毋過互相一直攏有交流。只要對等尊嚴，台灣很樂意跟中國進行交流合作。
一句话简单回应两岸议题，总统热强调5日抗就职就日谈会，规篇无加讲两岸关系，引起外界联想。好像有美方的压力，有这样的回应吗？没有这方面的评论，那我们是没有这种感觉。刘慧主委区队长到参加澄清，不过中国国台办第一时间刷个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也个讲沟通需要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对此，区队长呼吁中共面对中华民国客观存在事实。陆方的说法还是一中反独的旧的这个僵化的思维跟基调哈，我们还在强调。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请国台办不要急切的来介入台湾的内政，赖清德总统的谈话，我想台湾人能接受，台湾人能支持国台办无领导的代志，就少说2句吧。对两岸强局，海基会董事长吴鸿山乐观表示，虽然对话管道中断，不过团会管道通顺，点出台湾方面有3种类型的团会进书，像台商学者甲部分咱国参两岸事务有关的退休官员。对岸的领导人习近平主席跟我们赖总统之间呢，其实很难得有一个交集，两个人都公开讲希望两岸和平发展这是历史的机遇。只是根据陆委会最新的统计，台湾人去中国的风险增加。2024年1月7日到今年4月30，有关咱国民众去中国风扣押留置搬走的定情案达到102件，其中失联也是亲像防限制人身自由，就有89件。陆委会搁一摆表示，希望民众透过动态登录系统，保证自身的安全。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美国总统川普伫美东时间20日伫白宫甲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等人宣布讲，会伫伊的任期内来完成经费1750亿美金的金强飞弹防御系统。美国的国防新闻周刊分析是认为讲，这应该阁有真侪变数。We make a historic announcement about the Golden Dome missile defense shield. That's something we want. And Ronald Reagan wanted it many years ago, but they didn't have the technology. But it's something we're going to have. We're going to have it at the highest level. 已经过身的美国总统雷根任内，宣布被发展所谓前进计划了，已经超过40档。40年来，有关飞弹防御系统的概念慢慢形成，包括部署伫咧太空、海边加地面的侦测架构，一个对陆地加海上发射的武器系统，构成多层次的防御架构。 Space-based infrared sensors detect each missile and predict their impact points. The satellites cue the missile defense system through the Command and Control Battle Management and Communications System, or C2BMC, to alert forward-based radars. The ANTPY-2 radar, the Sea-based X-band radar, or SBX, and the Long-Range Discrimination Radar, or LRDR, acquire and track each missile as it ascends into space. The radars watch the missile engines burn out, with radars closer to the targets observing each payload separation. A decision is made on where to engage the threats and with how many interceptors. Radar search fans discriminate the most likely threat re-entry vehicle amidst the rocket debris, decoys, and other countermeasures. Warfighters fire a single interceptor to engage the first ICBM targeting the U.S. 目前包括新盾驱逐舰所构成的海上防御，一个陆地发射纳扎武器系统，拢继续伫咧操作。不过，川普政府的企图心唔那安尼。This design for the Golden Dome will integrate with our existing defense capabilities and should be fully operational before the end of my term. 国防新闻周刊分析指出。 金强要防御的是中俄两国数量真多，并且包括超过音速飞弹这款先进的武器，所以要完成金强防御系统，对太空发射的纳扎武器，也个地面发射超过音速飞弹，拢袂硬欠。不过这两项到目前为止拢无具体研发成果，要伫川普这个任期内完成建备，变数也个真大。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辑。 再来看以色列昨轰炸加沙走廊，直接造成85个人死亡。伊嘛公布有几10台车进入加沙来进行人道救援的影片。也毋过联合国是表示讲，当地人是讲因拢无摕到物资。
加沙走廊庆出真大乌烟，一直负爆炸声音，造成国际社会批评声音愈来愈大。以色列指责犹原在加沙发动新一轮空袭，造成重大死伤。不过，佮表示也稳准更加侪援助卡车进入。在北部的轰炸当中，一间厝甲一间好好改造的庇护所被炸甲是如苍苍。 שלא הורגת ילדים, לא כתחביב ולא כמדיניות. 以色列民主党党魁个人接受以色列公共广播频道访问的时阵，强烈批评，不过真紧遭受政府甲在野党领袖批评，共同震动。总理纳坦雅胡指控个人是对以色列军队甲国家相比比的反犹太血腥诽谤。国际社会同时高度关切是加沙和以色列封锁将近3个月。以色列在压迫之下，这礼拜同意上加限度的援助车队进入巴勒斯坦领土。联合国表示，虽然补助进入加沙，不过无法度送到上欠补助地区的发送起点。 Israeli authorities are requiring us to offload supplies on the Palestinian side of Karim Shalom crossing and reload them separately once they secure our team's access from inside the Gaza Strip. 在批会部当中，优先上也配红古灵粉，不过补助社会中心停车都用真侪时间。负责监管人头援助以色列领土内政府活动协调局表示，19放行5台卡车，20有93台。不过联合国证实，20进入加沙无这么多。以色列3月结束的上近100天会期间，为至进入加沙的援助卡车有600台。以色列中期军事行动封锁加沙，各有限度开放援助，造成死伤加其很。 协定，和国际社会看不下去，目前英国已经宣布对以色列暂停贸易谈判。公司新闻恩文玲报道。来看这几天哦，山区的天气是真无稳定。中华变道崩山，石头仔去讲到车，伫早起7点外，有一台车驶经过中华12.5公里的所在，和一粒大石头去讲到挡风玻璃，这坐伫副驾驶座的乘客大腿嘛受伤。 当往梨山的车队经过12.5 K， 就是青山会车田过1公里处，有一台名车遭落石击中。那伤者的话，主要是腿部的轻微挫伤，并无生命危险。那经本段人员通报，消防单位前往现场处置，并由救护单位送往专责医院进行伤势的处理。 高管公务单表示讲，早起有一台要去梨山的车哦，驶经过中华12.5公里的所在，向有一粒大约5公斤重的石头仔落落来，去撞到挡风玻璃，副驾驶座的乘客大腿受伤，管制人员随着联络救护车哦，加载是无性命的危险。高管公务单嘛呼吁讲，最近哦，山区过道常常拢会落雷公雨，土巴较酸软哦，民众驶车经过山区，都要特别注意。 再来看，受到大水河影响，最近这3天，苏花公路有代替的北回线，因为水崩山中断2解哦。工程人员透暝抢修，伫铁公路部分哦，已经陆续部分恢复通车了。花莲县长徐正美嘛开记者会，伊是呼吁总统，望讲中央会当来重视花莲的交通问题。 工程人员24点将轮班伫台九线164公里的所在，甲回到本坑北平前运大会头桥，20暗9点开放通行了后，代替北回线中条灾害路段也伫2日早起恢复通车。21日清晨4点20分抢修完成，和仁崇德间东正线于5点36恢复东正线单线双向运行。 首班车于5点43于崇德站发车。民众虽然感谢辛苦的工程人员，也关注拄到雨道长的花莲对外交通。那这样每一次断怎么办？难道没有下一次再下一次吗？难道没有办法来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吗？ 花莲县长徐正伟搁开始召开记者会，指责中央无关心东部交通，落3日后花莲对外铁公路都断2摆，要求中央提出具体改善方案。赖总统，你没有看到吗？难道真的要发生有交通事故，总统您才会到花莲，您才会来关心吗？公路的改善方案、铁路的改善方案，到现在到底提出了什么？ 观光产业也提出来，积极交通部控诉控制台路过后事件了后所承诺的铁路预警系统，到即马安怎也无建立，落雨道长的交通造成游客心理会惊，唔敢来花莲，到底是啥人唔对？6月中旬以前，至少先退掉了30%左右。很多旅客因为对这个公路跟铁路没有安全性，路局说要做边坡预警系统。4年过了，我们看到了什么？
官府强调，目前铁公路虽然畅通，也毋过后壁也阁有大雨着无。毋知影对外交通什么时阵会长，这个路段会继续落石崩落，主要是因为控3大地震了后，山顶的土石崩落严重，所以只要拄着大片雨，就会互冲洗落来。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咱再来关心，针对新北市三甲的车祸，早起时代力量台湾基进丁进党是开记者会质疑讲，现在高龄驾驶的制度欠缺管理哦，因呼吁行政院就要整合交通部、内政部、佮教育部做好驾照的管理，互囡仔上下课安全有保障。高龄换照增加路考。定期回训，从严换照。最近三甲发生重大伤亡车祸案件，引起社会高度关注。时代力量协同台湾基进、小民参政欧巴桑联名，甲台湾绿党，第一早起访问行政院举办记者会，针对驾照管理、高龄换照甲通辖区步行安全等议题，提出改革诉求。到了台湾的交通部，闯红灯、妨碍行人通行都没有关系，只有撞到的人曾经肇事才会被特别锁定，才要参加所谓的实地训练课程。我们认为重大违规的驾驶必须要加重刑责，像闯红灯或者是高速撞击行人这种行为，其实应该要视为意图杀人，而不是只用过失致死来处理。王婉如也呼吁交通部重早制定通辖区完整的标线号志规则，让地方政府有所依循，透过道路菜色检索设计，还互囡仔一条安全上下课的路。根据竞捐基金会2024年的报告，最近这5年来，每年都有平均超过23000名6岁到17岁的儿童在交通事故当中死掉或伤亡。去年的伤亡人数更是飙升到26233人，创下5年来的新高。交通部给我们的感觉是在创造高龄者驾驶，还有其他驾驶族群，还有亲子的用路人之间的对立。王江涵强调，虽然交通部提出4年400亿的永续提升行人安全计划，也不过今年又发生3件严重车祸，呼吁政府爱就教育工程监理执法几个交通安全重要面向来同步检讨，整合资源，解决痛点。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新北市三甲的车祸就发生伫校门口，我感觉真烦恼，学校保护老师的安全。伫宜兰多民意代表建议讲，应该爱甲校园的导护交予警政单位去处理。导护志工分别举机动车，车伫个斑马线头前停落来，互学生通过。三甲北大校门口发生严重事故，引起外界烦恼，学校导护老师的安全。因为这样他可以帮我们多注意点，因为有时候家长我们其实都是在注意小朋友，根本不会注意到太远的周遭。是。真侪驾驶哦，囡仔在遮要过马路，伊会先停两个囡仔过。导护志工表示，这几年过路人有路权意识，做导护工作已经无这么危险。不过部分家长也是认为，校园周边上下课期间也是应该有警力在现场，较安心。因为其实人力就是老师就是只有一个嘛，要么就是在教室里面，要么就是在教室外面，所以这个就是要有所取舍。教师职业工会认为做导护工作对互教室内底无老师，有民代建议老师校外当地无保险，公部门应该比较抓胖抓业务便利预算，补贴警察技警甲技高出勤，互校园导护工作回归警政单位。宜兰县目前各国中小目前的导护工作包含由志工来担任，那另外警察局这边也有在市区的学校也有增派相关的人力县政府回应老师导护范围拢伫校园内底引导学生，未要求老师做骑机动车抵押工作。警方表示，已经甲教育单位建立联络管道，共同规划校园周边交通疏导。目前全县已经有36间国小，每日派警力伫现场维护学生囡仔安全。其他学校后续会看警力状况来调整。公视新闻宜兰报道。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员会今仔是处理协安会甲中研院的预算改动案，针对协管法修法通过了。协安会表示讲，相关的主法修订大约阁需要4个月的时间哦。未来若是台电提出停机的基础，要阁再放的申请，敢是至少得爱3档半才会当阁来停放咧？
协安会是表示讲，这爱看机组老化的程度，佮有港务相关的零件，所以有真侪变数，这是真歹评估。黄捷委员，请准备。核管法修正案、核三丁胖公投案小连续伫立法院通过。大人表示，敢要提出丁胖核电厂的申请，就要看主法修法的情形。早起来到立法院教文委员会报告预算改动案的核安会主委陈明真，有讲出明确的修订时间。内部有审议，然后我们要公告2个月，然后还做完必要的行政程序，大概要4个月。早起立法院教文委员会伫咧处理核安会函中建议预算改动案，主导核管法修法之一的国民党立委甲卢军认为速度会当更较紧。4个月AI 可能都已经不知道进步几番了啦。我想希望能不能加速，但是我们还是以安全为前提。我们希望核安会这里主动积极的来尽速的做执法的修正，好不好？好。甲卢军提出外国媒体报道讲，德国放弃反对核能的立场，也若法国争取伫咧后面立法内面，把这核能当作是再生能源，德国已经表态讲无要阻挡。核能的低碳的特性，其实是逐渐在 AI 的世代是被重视的，这我们同意。民进党立委烦恼讲，运转40年的核电厂若要停放，除了爱检视设备老化状态，核三厂也要断然通过，威胁到核安。台电公司提出延役申请的话，就是换照申请的话，这一部分一定会纳入重要的审查项目之一啊。那也会要求台电公司持续的去滚动检讨相关的施政。不过，真侪声音认为，已经停机的核电机组若要停放，要开3年半时间。主委陈明正就表示，包括机组老化程度、爱换的零件有偌济，其中有真侪变数，无都有一个明确的时间。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再来看总统赖清德昨宣布讲，要成立主权基金要来打造国家级的投资平台。今仔财政部长曾翠云就表示讲，主权基金就爱斟酌来规划，嘛爱有专法来设计投资的规模。到底是对一个部会要来负责？行政院会个讨论。总统赖清德就职满周年第一遍对外表示，台湾要成立主权基金。根据了解，全世界包括中国、新加坡甲香港拢有主权基金。地主央行建议会当参考新加坡甲韩国的主权基金创设的经验，结果订定专法来营运管理。不过，台湾的主权基金资金对倒来，一个组织单位是啥人，也受大家的注意。当主管单位，你就一肩挑起来了，责无旁贷。我想在性质上应该是不太一样的啊。财政部当然对于裁员的筹措是责无旁贷，那对于未来管理这个基金是由哪一个部会来管理是另外一件事的话，我想行政院会详细的一个规划跟讨论。有关主权基金的资金来源，是不是当用央行的外汇存底？央行表示，若要用，一定要有在调型。因为财政部长曾翠云讲，财源的调查是财政部的责任。对于主权基金应该典型的规划，设立专法来规范相关的投资规范。另外，伫专职经理人的操作，一个管理机制，拢要透过专法来定。你有觉得这个政府在这几年之间，大概就是3、4年之间，这个政策有变化吗？现在政策上如果要成立的话，那接下来就是如同委员说，要审慎的规划，而且要定专法。在专法里面，必须对于大家所疑虑的部分，要能够去谨慎的规划定，让大家觉得说这样的是一个可做的。虽然主权基金是为了要创造国家的财富，不过因为国内目前也无相关的法规会当应用，以后也是要制定专法来规范处理。即马国内产业拢伫咧正注意讲，若是成立主权基金，敢会当协助咱国的产业布局全世界。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辉达的执行长黄玲芬早起开国际媒体记者会，针对美国的川普政府限制辉达的晶片出口到中国，黄玲芬嘛讲哦，这是一项错误的政策。辉达损失几10亿美金的库存，这嘛有可能会造成中国 AI 的技术发展了路径。也是穿灰衫加上黑色 T 恤，辉达执行长黄玲芬来台第6日，伊早起展开媒体问答。开场就肯定台湾产业，黄玲芬强调，即马 AI 是伫新产业开端，世界是咧制造 AI 工厂，未来会亲像网际网络，全世界拢 AI 基础建设，所以台湾产业会继续成长。Taiwan should have AI industry here to serve all of its local industries.
healthcare companies, industrial companies,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of course, semiconductor company. And so Taiwan needs to have AI infrastructure. 外界提问，回答部局全新台湾总部是为中国市场做准备。黄英勋时趣味表示，办公室将是无危机啊。强调产业发展正紧，不过即马全球半导体产业面临关税挑战。台湾各生产全球78%的晶片，是毋是甲北京讨论半导体挑战？伊乐观看待。There's a resetting of the trade around the world, and whenever it settles down, the industry will readjust. 不过这时阵，美方是不是回答 H20晶片出口管制，严重打击回答对中国营收？黄英勋表示，因为这项政策是错误的，进一步鼓励回答伫拜登政府时期伫中国9成市占率，即马只剩5成。不过回答产品无法度进口，干系转向使用当地公司的晶片，加速当地发展。In China for 30 years, the H20 ban cost NVIDIA probably $5 billion. It's an unfortunate loss. But the more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we should compete for the Chinese market. 事实上，这是黄英勋连续2次讲到美国政府政策所带来损失。面对晶片管制，也讲也在思考要解决的方向，业者是继续关注。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看政治大学今仔开一场总统执政周年美中台关系座谈会，有学者就表示讲，目前国际局势变化甲真紧哦，咱台湾未来压力会愈来愈大，所以伫制定政策的时，拢得爱保留存久的空间。5日抗总统赖清德就任满1周年，总统赖清德有针对美国对顶关税对台湾的冲击，表示要成立主权基金来投资国际市场，加强经济韧性，也促成朝野的合作。拜三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有招学者来同齐讨论对政府未来的期待。有学者认为，和去年就职演说比起来，今年的就职周年演说对中国的部分无讲伤济，重点放伫美国较济。那今天讲到7次美国，完全没有讲到中国，就是这个也是一个很明显的这个转向。那如果这样的语气代表我们政府的就是关注的焦点的话，我们可以说这个看起来就是过去是为了聚焦在因应的中国威胁，到现在其实是要去把重心放在搞好对美关系上面。针对总统提出要成立主权基金，学者表示，这对目前台湾的经济贸易来讲，确实要赶紧来推行，特别是要照顾到台湾的中小企业。另外，学者也表示，若要扩展中美以外的市场，建议通进一步思考过去捌执行8年的新南向政策，看是不是通延续。希望这个国家主权基金提出来，能够真正的协助，因为中小企业在面对国际的这个大变革，或者说这个格局的大变化。大的公司有它的办法自己改善，中小企业是比较困难。如果可以用务实的角度来跟他们合作的话，我觉得这个时刻，川普之乱其实是所有的东南亚国家都希望能够加强跟台湾的合作。第一，他们不希望台商撤离；第二的话呢，台湾还是拥有非常多非常对他们来讲非常重要的这些科技啊、技术啊等等。学者认为，今年5日抗周年演说内容对两岸发展交流无讲甲真明确，可能是要搁咧观察美中之间的发展。不过，学者也强调，伫8月12美中关税谈判进程，搁有到时阵谈判确定，台湾的压力只会愈来愈大。政府要思考要安怎用搁较有存久的做法来因应国际局势快速变化。记者张家佳、谢桂玲台北报道。来看一间全台湾有8间分店的健身房哦，伫今年3月，台北南港的店雄雄停业咯。去年11月才开幕的台中南屯店，今年4月底嘛关门。有上百个会员是指控讲，拢无退费的机制。今仔早起，伊嘛出面抗议。恶性倒闭，恶性倒闭。18穿乌衫的会员去连锁健身房打铁健身台中南屯店门下口徛牌抗议，指控去年11月才拄开幕的健身房，今年4月底就雄雄倒店。抗议的人讲业者无先通知调工咧隐瞒。这间健身房在2025年4月30号停止营运后，从未主地联系过我，也没有任何退费说明或公告。直到今天，我们这些付费的会员依然不知道自己的钱去了哪里。
健身房门口有打长期欠注水公告，业者也伫门口打 QR code 提供网络申请退钱，不过到打线拢无回应。台中会馆成立自救会，目前有要上百个人受害，平均大个人损失2万块，预估受害金额160多万。受害消费者批评打铁健身是网前开的，不过台北南港店今年3月已经关起来，内部营运出问题。台中店却继续咧收会馆，消费者认为是挑工倒店。体制内部有营运的问题，可是他们在3月、4月份还不断的招收新的会员卖教练课，然后4月30突然1天的时间发布倒闭的公告，那这样不是恶意倒闭？预收费用那是什么？如果找不到业者，或者是确定业者的确没有提供服务，这个收单行会先把钱退给这个发卡行，发卡行就会退给消费者。业者目前也未对外回应。台中市法制局表示，即阵已经收到104个消费者提出申诉，提醒民众若是大成女信用卡入健身房或者是教练的钱，会当甲发卡的银行申请争议款，就算已经入了，也是会当退钱。也若用现金入的消费者，会当提民事诉讼讨赔，呼吁业者赶紧出面说明退钱的方式。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再来看云林县的斗六机车违规停伫人行道，有超过500件互处罚咯。一寡私人物件定伫人行道互检举的案件嘛超过70件。斗六市公所甲警方有清洁队是去进行摒扫，但无主动改善哦，上侪是当搁罚2400块。放伫咧人行道顶悬的广告扛棒，也有废弃的车链去互清洁队摒掉。最近斗六市公所为着要减少人行道顶悬的物件占用道路，就甲警方有清洁队做伙大摒扫。规定就是这样，你有问题，你跟上面主管机关反映。违规的案件是机车停放的有500多件，机车停放在人行道的，针对车辆开单数有500多件，针对大型物体，包括看板啦、盆栽啦、桌椅啦、等等的杂物有40多件。斗六市公所表示，有真侪民众为着方便，常常用塑胶笋、锯尾或者是盆栽等等的物件占用道路。即届警方去考抗宣导有改善9件，另外开出2件违规记法，各清掉15项挡伫咧路中的障碍物。一经发现，除责令行为人立即停止并消除障碍外，并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82条第1项第1款。对行为人或其雇主，处以新台币1200元以上2400元以下的罚款。斗六市公所讲，即卖先针对市场的4周围整顿，包括大同路、中山路、西平路等等的主要道路来取缔。接落来，佫扩大到全市，要建立长期的管理佮客载机制，来提升过路人的安全。公司新闻综合报道。高雄的城中城大火发生了后，各地是加强稽查社区的消防安全哦。有一寡社区消防费要上100万，伫桃园嘛有袂少社区哦，因为管委会失灵，所以消防安检花费真侪钱，住户是真无奈。消防讲先生，消防箱内的设备也袂当用啊，灭火器更换中。位伫中原大厦附近的中原至尊社区，有30多年啊，累计开发45万消防安检罚款无缴，一直到今年1月才成立管委会，各项拢需要建设。管委会大声话讲，无主管要安怎做？不只是开发的烂摊子，电梯没有维修，坏的很多，消防设施一直都没有修。连发电机也都没有动，然后地下室到处漏水，他们非常辛苦，而且都无给职。所以社区还好有他们。还有他们在撑着，不然的话什么设备都坏掉，都没办法用。管委会怨叹，过去无管委会乱来无代志，政府也无作为。为了有效管理社区，才来成立管委会。毋但无资源，社区一直受到公安改正函文，也互消防安检真悬的罚款抵甲未喘气，无用气气。桃园许多社区因为设备老旧，陆续受到裁罚。那据我们了解，这些社区呢也积极的想要做改善。但在还未改善之前，就需面临大笔的罚金，导致改善进度落后。有成立管委会，且是老旧社区在成立的第1年，那符合我们的规定的话，也会有所谓的第1桶金。那修缮的金额将会有最高可以到50万。监管处表示，会继续以辅导大过罚款，协助老旧社区成立管委会，佮提供行政费用甲公安等修缮补助，一步一步改善老旧社区公安防火避难设施。
嫌过部分管委会认为，老旧社区新成立管委会，有时爱承受社区大量设备老旧更新问题，也爱交纳进前无人管的大笔罚款、修缮补助等经费根本无够，希望政府专案处理。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看台南的总亚艺文中心的文化故事馆哦，请国内外音乐家、佮艺术家做伙来创作，利用 AI 科技，和文化、音乐甲表演有新的呈现，那么做伙来欣赏。舞台顶系白色麦克的是互人合作报道歌咏文化，就会透过 AI 科技模拟当时以少年顶台模样。实践大学的教授参考日本时代古早拍板版型，以龙主、财主、音乐人三种角度，重新设计文化的舞台服装。这阵总亚艺文中心当咧点时代声影特点，透过影像手稿多位等作品，要互人看文化的音乐铃声，嘛展开一场下时代的艺术对话，民众拢讲看甲不假笑脸。囡仔就听伊歌大汉，有这机会我是来怀念一下，袂歹。啊，我嘛上在有咧听伊的歌。阮的一楼叫做回顾，就是老师过去；新的就是互介绍新的人对老师无共的看法。店市文化局甲5月定做文化会，20是文化免期。这摆展览因结合科技媒体，那邀请诞生中边文化的迄个小姑娘，把甲文化过去的乐团老朋友斗阵合唱，加入新时代气味。另外，展场内佫邀请法国艺术家用声音影像做互动，来呈现这首《飘浪之旅》歌词的诗意。迄个小姑娘来当，互咱后一辈少年人会当较简单来熟悉古早老师的歌，啊，迄个小姑娘，互小朋友来唱嘛袂歹，所以阮就甲改编较当代的吼。Voilà, donc en fait, c'est un programme qui en fait rejoue en cycle de manière aléatoire. Donc c'est pas une vidéo qui a un début, une fin, c'est éternel en fait, ça tourne tout le temps. Et donc ce qu'on va voir, c'est qu'on va voir un dialogue qui est mis en scène par Thierry avec des peintures sur le texte de Wencha, sur les paroles. Et c'est ça qu'on va voir comme ça dérouler petit à petit dans l'image. 文化局指出，连续3礼拜假期拢有安排不同的活动，无论是京剧讲唱会、怀旧市集，也是故事馆的导览，拢希望会当成少年人来了解咱在地音乐甲历史故事。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来看红头树哦，有唱水教练带游客到沉船的海底去唱水哦，伫水下14米的所在嘛，看到一只大型的保育类的海鸥。东部海洋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是指出讲，现此时哦，东部的水温是真稳定，真湿佮真济，所以有真侪海鸥佮海底拢游来东部。伫南苏北台湾沉船海峡，17有游客落去唱水。发现一只4公尺长的大鱼，我观看是保育类的鲸鲨。唱水游客热哼哼伫咧看，不过大家该叫大公鲨的鲸鲨唔惊人，得到唱水客水器摸出来泡伫咧耍，而且对因受10几分钟才离开。唱水教练讲，伫南苏唱水拄到鲸鲨的机会无大。我们他本来是要游走的，看到气泡，他又再游回来啊，他又再靠近我们这边。然后因为他可能本身比较喜欢玩气泡吧，所以他本身他又靠过来。东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研究人员讲，每年5月鲸鲨会得到水温升悬的季节，会游到东部海峡。而且这摆东部海峡浮游生物多，鲸鲨是陆食性的动物，会得到这款浮游生物游到东部。它出现的地方的话，应该是这个浮游动物它出现的一个地方，所以就是说它可能是摄食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所以可能最近就会常出现，就是说看到鲸鲨这样。因为鲸鲨受了无紧，体型阁大只，互人叫做海中的温肉巨人。之前定定互人抓，互国际列做濒危物种。咱国自2008年开始全面禁止捕猎。农业部伫咧2020年也公告鲸鲨是珍贵海洋保育类野生动物。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台湾人哦爱啉饮料，一档大约是51支的塑胶罐仔，为着要来减少塑胶的使用哦，有民间团体是推出全台湾头一支用再生塑胶做的塑胶罐仔，望讲业界未来嘛当来投入开发制作。即马环境部嘛拍算要来推出资源循环推动法，要来规范业者。一罐一罐的塑胶罐仔，伫咧机器咧洗，这塑胶罐仔真特别，是全台第一批用再生塑料做的罐仔。有关注环保的民团用再生塑料推出来循环罐仔，因表示有30%是用回收回来塑胶罐仔落去做的。
它的来源就是过往的保特瓶，好，它被清洗回收之后再制成可接触食品的这一个聚酯粒子。我们这次的诉求基本上是希望环境部可以彼此互相合作，让台湾的保特瓶的再生料添加比例可以定出它的强制的目标。根据民团的统计，台湾2024年拢总产生51支的塑胶罐仔，因表示若是会当重新再利用，摕来装饮料，预估逐档会当减少7万吨的新塑胶材料。民团呼吁环境部会当比照欧盟强制规定，目前欧盟的规定是对2025年开始，塑胶罐仔要有29%的再生塑料，2030年提升到30%。民团希望环境部赶紧制定法规。目前呢，我们这个是自愿性的，今年的目标是25%，然后2030年是30%。我们一开始用这个宣导的方式，那最后才用一个法令规范来去请大家来一起使用再生料。环境部回应，目前台湾是以鼓励的方式，也未强制规定业者。环境部未来也伫再生塑料的基地顶悬，甲业界加强沟通，毋望达成2050年净零排放的目标。记者查询林秀凯台北报道。下晡尾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中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5度；南部地区上低31度，上悬36度。东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2度；外岛地区上低27度，上悬31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的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